今天是要飞飞上菜，跳脱专业的问钱形象，立位陈廷辉的新节目先来做碰糖。在我们的全糖城市，我们一定要把碰糖做好。第3次终于成功喽！试3摆才成功，接下个烹出沙巴鱼料理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要讲我哪里较厉害？以轻松创新的方式推广台南的在地食材，和美食成为结合地方文化的新桥梁。菲姐上菜，我们希望不断的用食农教育，不断的用我们农业的特色，甚至在地的特色，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。陈廷辉希望借着这款的节目，让更加多人发现台南的魅力。要参加台南市长所选的伊，更强调卖用嘴烂，只替台南打拼，上新的民调就显示出结果。我是民进党，我坚持我爱台湾的理念，但是在服务当中就是不分党派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要去碰触、要去接触的，也就是他们有需要就会想到陈廷飞。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地方服务，亲近了解规划建设如何让台南更加的好。这就是以48%支持度赢这两届的32%上关键的所在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